我哋嚟玩猜燈謎。好啊，這道香港元素可太經典啦！聽口了，叮叮當當過街頭，兩條鐵軌伴他走，百年光陰他見證，港島風景慢慢遊。打一香港交通工具，你猜是什麼？係唔係地鐵？猜錯啦！港鐵多數閘地下轉隧道，邊會叮叮當當閘街頭放優啊？再審審地面上有鐵軌，仲有個叮叮花名海交通工具，好多遊客都中意坐佢哋港島街景噃。俾啲提示啊！哈哈，必你個超接地氣海提示，佢有個響當當海花名就叫叮叮，紅當當海雙層車身超醒目，仲要集港島海馬路上行緊鐵軌，北年嚟載住街坊同遊客抵晒維港同盧街區海風景，路香港聽到叮叮聲就知佢嚟啦。係唔係電車？答對啦！呢個叮叮就係香港電車嘛，佢集港島行咗成100年，紅當當海雙層車身，一路叮叮當當響住過街頭，載住街坊同遊客抵晒維港同老街區海風景，路香港聽到叮叮聲就知佢嚟啦。你真係識玩，一猜就中。換個燈謎玩玩嚟。好啊，這度特別貼近學生生活，聽好了，身體細又長，穿住木頭裝，土里黑又亮，寫字沙沙行，打一文句，你猜是什麼？係唔係毛筆？猜錯啦，還差一點點。毛筆要蘸墨汁才能寫，筆頭軟軟的，也沒有黑又亮的心心，更不能用橡皮擦掉喎。它是硬邦邦一根的筆棍。係唔係木鉛筆啊？答對啦，就是木鉗筆嘛。細細長長的筆桿裹住木頭外衣，頭子裏藏着黑亮的筆芯，寫字時沙沙響，用完還得用捲筆刀扣它剃頭呢。你也太聰明啦，一猜就中。